梁少開始，全是魚50萬，有 feel 嚇？114400啊？係11萬。計錯數 ，stop。你唔使唔喐㗎，你自己有嚟㗎。而家要點啊？呢個嘢壞咗，勁笑啊樣。好笑啊！壞咗。要開始。Beauty and the Beast。咁啊，歡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節目啊！咁話咁快就嚟到大決戰前嘅最後一個遊戲環節咯噃。冇錯啦，就係 Game Free 開心籌一分。作為一個專業嘅 poker player 咧，對於籌碼嘅觀察同埋計算咧，絕對係唔少得嘅技巧嚟嘅噃。而今晚咧就會考下大家對籌碼嘅運用係咪爐火純青？咁個遊戲咧，我哋分3個部分嘅，分別就係應籌、運籌同埋眾籌。而呢個環節咧，我哋非常之高興可以請到 Pokerversity 嘅魚蛋 Sir 做我哋嘅嘉賓。我係魚蛋 Sir fans 嚟㗎。咁你咪魚蛋粉？係啊。咁你對 Pokerversity 一定好熟啦。冇錯啦 ，Pokerversity 咧，顧名思義咧就係 Poker 嘅宇宙，而佢哋咧就希望可以聚集我哋所有嘅 Poker player， 好似宇宙嘅行星一樣，可以聚首一堂。哇！感受到一種好偉大嘅宇宙力量啊！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嚟我哋嘅第一個遊戲，開心炒一番之應籌。時我哋打比賽咧，都會目測對手後手籌碼量嘅喎，唔知邊一組嘅嘉賓壓力最好咧？而呢輪遊戲咧玩法非常之簡單啊！咁多位參賽者咧就需要目測你眼前嘅籌碼咧，然後將個籌碼量寫低喺白板度嘅。咁最接近者就會得分。題目難度咧一共分為4題，分別就係10分、20分、40分同埋60分題嘅。而今晚可以用嘅道具咧就係有瞬間移動 swing， 有嘅可以舉一舉牌。我哋有3秒時間可以即刻飛到去籌碼面前可以睇嘅喎。而第二個道具咧就係望遠鏡。咁成個 session 都可以用嘅。而你哋眼前嘅籌碼咧，分別為黑色100、粉紅色500、黃色1000同埋藍色5000嘅。而每條題目咧，你哋係有1分鐘時間作答嘅。好，咁而家大家都準備好啦嘛，事不宜遲，嚟3、2、1，開始。非靜止畫面。1 minute later。好，請咁多位展示你哋嘅答案出嚟。由梁少開始，全是魚50萬。有 feel 到係靈感柱嚟啊！呢下心靈球柱啊！好，樂係未加埋，未加埋，自己計啊，自己計。但係我有寫到嘅喎。你揀一個。呢個加呢個，呢個加呢個。嗱 OK，俾你講一次啊！喺度當你加總。咁啊，咁嘅話就125500啦。好，125,500 OK。132000。好 ，Bobo。132萬，好，強烈讓賽啊！呢個好，125,400。冇錯，都係125,400。125,400，125,400，哇！好多組都係125,400，咁我哋嚟睇下正確嘅答案係125,400，哇！第二條難度升級 ，ready 3、2、1，let's go！ 1分鐘時間，哇！難度開始升級啦，咁啊考大家心算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請展示一下你哋嘅答案啊！梁少嘅答案係5500。5500，好 short step 啊！我嘅係好112,900，冇計啊5500同12900。 5500同12900，交算啦，你計呢度啦，不如。哦10萬 OK 好，喂，幾識？可以10萬，然之後顏教124,400， 13萬整。Bobo 13萬整 ，King 11,900，哇好細緻啊！好12,490，12490。好12,490， 12,500，哇你哋包住咗100喎，係啊，大包圍。 OK 大包圍。答案係11,500，好係 Spade 組最近嘅11,900勝出得20分，恭喜晒！驗票。你數一次，你數一次。有19粒。哦，係10。係啊。咁我計係啊。呢兩個啱。係啊。14。
係你係115400加數加錯咗啊！我全部嘅寫啱晒，睇下呢度。五千有19粒，黃色有14粒，紅色有10粒，黑色有14粒。係。好女啊！我就聽過顏教話有個小技巧想分享喎，不如聽佢講下先咧。就係咧，其實每個人咧都有一個人肉望遠鏡喺度，就係科學嚟嘅。就係你只要將佢縮到好細咧，望向嗰個位咧，佢就會有一個形成一個微型嘅望遠鏡，一個即係佢嗰個視覺越少咧，就會令到你從放大型啲咁樣咧，就會清楚啲。係啦，咁我依家睇下顏教呢個小技巧究竟 work 唔 work 啦。咁啊，如果冇問題嘅話咧，就準備3、2、1，開始1分半鐘時間。阿根點睇啊？我真係想試咗。嗱，而家大家睇緊呢棟籌碼就類似喺比賽見到啲唔係好識玩嘅玩家，咁啊亂擺籌碼嘅時候究竟點數咧？啊 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梁少開始，你嘅最後答案係板上面嘅邊一個數字咧65000。 ？65000。好，樂樂係85000，顏教105007，冇錯。Bobo 160,300。哇！你哋個間距相當闊啊！好，阿 King 1132，Jaylin 110,400。97000。好，97000。好，嘉怡107000。OK， 咁啊，我哋嘅最後答案係85300。咁換言之86500咯。換言之，最接近嘅就係階磚組嘅樂樂啦。階磚組得40分，恭喜晒！非常準確啊！ 12粒，1000係有18粒，500係有12粒，同埋100係有13粒嘅。1000中間嗰啲係黑色嚟㗎。係啊。我當咗係5000咯。好，咁嚟到最後一條嘅60分題啦，咁到底反唔反級到咧，就好睇呢一題咯係啦，咁啊呢一題咧，紅心組顏教咧就決定使用瞬間移動 swing 嘅，就準備3、2、1，開始飛啦顏教！哇！30都係最多，你睇仲有嗰度。個顏教完全靜止狀態。好，顏教最後5秒，哇！佢提早回程啊佢。請開牌，梁少13600。13600。認真分析係咁似好，樂樂24000。哇 Bobo 10。 23600。Bobo 123,600，顏教23600。King 63,800，Jaylin 65,500，Harry 50000齊頭，嘉怡45000。好嗱，差別非常之大啊！呢一題亦都喺預料之中嘅。咁啊，究竟最後答案係咩咧？最後答案係23600。果然使用咗道具嘅顏教志在必得咗啊！直接係數啱咗個題目嘅，咁啊成功得到60分啦！恭喜紅心組。好啦，咁啊玩完應酬之後咧，我 feel 到嘉賓們咧都已經變晒做 poker 入面最不利嘅位置啊！咁即係咩位置啊？好大碼，哇！咁你咪有住有你嘅位置，係咩啊？不停咯，點解嘅？因為你不停講爛擊。我哋都係報翻分啦。咁即刻嚟到開心籌一番之溫籌。好啦，咁啊呢輪遊戲咧就有少少複雜嘅。首先咧，每組參賽者會被分配咗一個起手嘅目標籌碼數，然後你哋嘅起始籌碼咧有15粒，分別係100、500、1000各5粒嘅。而你哋上限可以持有嘅籌碼咧係20粒。咁你哋嘅目標咧就係需要火車去到你哋嘅部分嘅時候咧，決定收或者放籌碼，令到火車上面嘅籌碼到達你哋嘅目標籌碼數咧，就為之得分嘅。咁火車軌分為4個部分，你哋只可以喺你哋火車去到你哋部分嘅時候行動嘅啫。咁你哋只可以決定揀一隻顏色嘅籌碼，決定收或者放1至3粒嘅籌碼。
咁啊，如果到達你嘅目標籌碼數咧，你就可以開牌，咁然後計籌碼。如果你啱嘅話咧，就會得40分；錯嘅話咧，就會扣20分。咁如果假設你喺你個部分度冇行動嘅話咧，超過咗你嘅部分嘅時候咧，就會計 pass 㗎啦。咁啊，如果3分鐘之內遊戲完結咧，都冇人到達目標籌碼數咧，就會計呢個火車上面籌碼最接近嗰位為之得分嘅。咁啊，火車嘅起始籌碼咧，總共係有1萬嘅。咁樣可以用嘅道具咧，就係時間停止器。Stop！當你使用停止器嘅時候咧，你要舉高個頭，大嗌 Stop！然後其他人咧就會有30秒靜止嘅時間啦，喐咗就會扣10分㗎啦。喂，扣咗。Round one 準備3、2、1開始。好，先收紅色呢邊。梅花組會揀邊個戰區咧？哇，細緻100戰術。加咗100。哇，呢邊分工好精細啊！好啦。Chat 戰術。好，開始標坡，開始標坡。加1支。好。pass 好，冇咗，係。真係要捉緊火車嘅尾巴。好 ，OK，can。OK，梅花組要達到13600嘅。13600 ，OK， 成功到達目標籌碼數，得40分。好，運籌 Round 2籌碼數而家係11000有4個，500有11個，而100有5個，準備3、2、1開始。繼續採用小球戰術。大家嘅戰區鎖定咗喺100度啊！好聰明。做你哋啦。冇得攞啦，冇得攞啦。條尾已經過咗條線啦。哇！終極 Pop Control 大師。最後一圈啦，準備進入。咁快？好，第6圈。我哋要拎喎。我哋呢個唔係我哋要擺。最接近其實，我哋好似有個北嘅，有個北嘅，冇最接近嘅一定。攞啊！我哋贏啊！咁我哋你冇得攞，你冇冇得攞喎。我哋贏。我哋贏啊，車長！但係你擺咧就會幫咗佢哋。死擺。係啊，車長死衝。到邊度啊？完啦，呢下 last action 啦。冇啊！ B B。 12600，12600，係加專贏，加專贏。班 free 準備3、2、1開始。照舊啊！加3個，加3個。哇！今次大家激進好多啊！紅色俾人清咗。Stop！停！放咗，你唔使唔喐㗎，你自己有嚟㗎。而家要點啊？而家最黑過你 stop 嗰陣。而家冇啦，佢放咗落去啊！而家係幾多啊？12000。120萬二。求其啦，放得。犀利喎！都唔知咩事。好，可以喐啦。我而家唔知幾多。擺咗。死咗我哋啱啱。佢冇俾你影響到，我諗住係有人俾你影響到。你數錯。Flashback. 而家係幾多啊？12000。 120萬二。係嘅時候。出邊係有134。係啊。好，中咗13400，直接中咗。唔係你嗰下影響得幾好啊，其實。哦，佢買咗2粒。你影響咗 Barry， 如果唔係就 Barry 贏，Barry 都係叫緊糊啊頭先嗰下。好，咁啊，換言之呢 round 就係都係由
階磚組拎到40分㗎，恭喜晒！因為最後一輪咧將會用暴力去解決問題㗎。係啦，咁啊，馬上開始，開心茶一番之種茶。咁啊，呢輪玩法咧可以話真係簡單暴力嘅，咁我哋就會俾出一個籌碼嘅數目啦。咁你哋就需要喺個 pot 度咧將個籌碼執出嚟，最接近者咧得40分。而今日可以用嘅道具咧就係大力嘅。有呢一個道具嘅組別可以 show 俾你睇。交個夾。喺遊戲開始之前咧，就可以先夾一下，夾完一下之後咧，就可以開始玩遊戲㗎啦。第一題嘅題目就係52,800。梅花組先夾一口，鏟得㗎啦。嚟㗎咯鏟㗎咯呢個嘢壞咗勁少個樣。喎，好事啊！要開始要呢度嘢壞咗啊！姓黃嘅黃小姐，嗱，準備好未？你先，準備好未？1、2、3，開始。唔好緊張。好，你唔好緊張，到之後就開始計1分鐘。出手，慢慢嚟。呢度。壞咗啊！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52,800。1 minute later. 1點籌啦，接近啦。梅花組53,600，中咗啦。紅心組52,800。專組都係啱嘅，52,800。好嘢。佢先計52,800。好啦，啱嘅。而今晚嘅題目咧就係29,7,900，咁啊請梅花組先用大力夾一下先。喂，唔好搞我哋啊！好逼啊！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哇，3粒呢度，可能唔止3粒啊，邊度？嗰邊夠力啊你！但係冇咯，仲有跌翻啲喺度啊！哇，好可唔可以難啊！接力啊？哇，好多嘢搞啊！哇！真係冇晒喎！兩劈，OK，冇買。 3、2、1，開始1分鐘時間。係啊，得綠色，全部都要得綠色，全部得綠色，全部都要得綠色。綠色，綠色。3、2、1，好，請平手，請平手啦。咁多嘅，多咗我哋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點算個籌碼先？6、7、8、9，好齊嘅梅花組有97,900，直接擊中。紅心組98都係直接擊中咗嘅，有97,900。呢邊夠咗。階磚組呢度係多咗嘅，仲要係幾多？佢係多咗。多咗。多咗啊！多咗。我29,7,900。我都係中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晚嘅題目咧係非常之龐大嘅，所以我哋今晚係再度標破加入咗20粒10萬嘅籌碼嘅。咁喺遊戲開始時咧，大力夾嘅梅花組可以先夾一口。又嚟啦！喂，唔好意思，呢個都夠。姐姐就喺呢邊喎。好啦。你揾到啲咩？哇！個嘢壞壞地喎，好似。嘉怡個樣勁似嗰個。呢個嘢跌咗。好壞喎！唔緊要，我一陣緊要。哇！呢個係好啦。你手好啦，夾咗入邊有。好嚟準備一次警告啊！一次警告呢邊係唔准，係唔可以人哋 rap 入邊嘅籌碼。冇喺度嘅。好，請平手。好，55,500差40萬都有㗎啊！好，我哋睇下紅心組，95,4,200，誒係擊中嘅，好嘢！呢個唔係夠數喎。我哋可以做80都唔夠嘅。3萬。三兩萬。爭2萬到咁啊！換言之，即係得紅心組係到達咗目標嘅籌碼。
非常之厲害啦，多154200，恭喜紅心做得40分。好啦，咁啊一番暴力嘅清台之後咧，我哋嘅最終結果出現咗啦。咁啊，首先公布咗第2名係邊個先啦？第2名咧就係我哋嘅階磚組170分，而我哋嘅第1名咧就係成功剔到最尾一個954200 hot 嘅紅心組190分。而我哋嘅第3名咧就係一路都落後，然後最尾終於反超咗嘅葵扇組190分。而我哋嘅第4名咧梅花組就有少少唔好彩啦，最尾一個失誤咧就去咗最後1名啦，90分嘅。係啦。好，咁換言之咧，最後1名嘅梅花組接18嘅大懲罰，開心執1分。梅花組就幫我哋執好晒呢個籌碼。好，辛苦晒。辛苦晒。好啦，咁啊喺呢個執籌碼嘅同時咧，咁啊亦都多謝 Hogarversity 嘅魚蛋 Sir 嚟到做我哋嘅節目嘉賓，幫我哋主持遊戲節目嘅。同時亦都再次多謝 HKPPA 嘅場地贊助埋咁多籌碼俾我哋一齊玩嘅。係啦，最後亦都多謝我哋咁多位來賓咁踴躍參與每一個環節啦。咁啊，下集見啦！我哋嘅遊戲環節咧，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啦。下集將會就係我哋嘅最終大決戰，將會可以睇到咁多位嘉賓真係落場實打，見到佢哋嘅打法如何啦。咁啊，下集見。拜拜。拜拜。執嘢。幫你執咗呢度。喂，唔該晒。有拜拜。唔該晒。 Thank you，喂啲靚仔出嚟幫手執啊！唔緊要，執慣。喂，唔得啊！我年青人啊！要求增援。嚟啊！喂，執到聽朝喎。